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高雄机场目前已经可以直航札幌、清迈，复航的部分从高雄也能直飞日本的熊本。立委许智杰与李坤泽更是积极的争取高雄未来能直飞济州、重庆等地。但究竟目前高雄机场的扩建案进行到哪了呢？市长陈其迈表示，小港机场不是24小时的机场，但红眼班机非常多。未来如果能有24小时起降的机场，配合高雄产业的布局发展，对于高科技厂商会有正面帮助。因此，长远规划应该要结合小港机场的更新改建。高雄小港机场不断拓展新航线，目前新辟的航线可以直航到札幌、清迈，复航的部分民众也可以从高雄飞到熊本。但高雄航线越来越多，整体量能已超过台北松山机场。但以目前的小港机场规模，能负荷那么多的航班吗？小港机场这个它并不是一个24小时可以起降的机场了哈。所以它对于这个货运呢的这个一般的航班来讲呢，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目前的一个更新改建那必须有一个24小时的这个机场。陈其迈表示，高雄未来必须拥有24小时的机场，但长远的规划来看，地点还是需要评估。对于地点是否确定要选在南新基地呢？我想当然地点还是需要做评估啦不过南新基地的这个外海那这个原来填海造陆的这个西侧，那也配合我们捷运的红线跟国道7号的非常便捷的这个直接联系到台湾的各主要的这个城市。针对机场扩建问题，长期在与航空公司洽谈的在地立委许智杰对小港机场的期待很高，承诺会在今年上半年要求小港机场航厦动工。我要求今年上半年小港机场东侧航厦一定要动工。我反复要求高雄机场规划美食区域、住宿旅馆以及游憩休闲区，这是世界的趋势。对此，立委邱意莹也表示，扩建机场是最好的发展方向。我想高雄的演唱会经济带动了整体高雄的观光发展，所以越来越多的航空公司开辟了新的航点，跟高雄来对飞，这对高雄未来的整体发展是非常好的事情。那长远之计，其实还是希望南新的2期，甚至我们的新机场的扩建计划，能够早日得到行政院的核定。随着小港机场量能持续拉高，机场扩建案的地点选址就成了首要待确定的重点。待机场扩建施工后，配合高雄的捷运红线与国道7号，旅客未来将可以便捷地连接到台湾的各个城市。记者潘志光、黄子谦高雄报道。日前，行政院长到屏东视察时公布，高屏第2快速道路计划案已送到行政院，最快在明年6月动工。由于高屏2快连接左营仁武至东屏东，设置5处交流道，地方民代认为可疏解台1线和台88线交通拥塞的现况，同时促进北高与东屏东的发展。高屏第2快速道路新建计划案日前行政院长公布，交通部已将计划提送行政院，预计最快在明年6月动工。完工后有望疏解台1、台88线拥塞，同时分散顶金系统交通负荷。现有连贯高屏两地的台1线及台88线已经是饱和状态，高屏2快更可连结屏北及分流台88线的拥塞，可促进高屏两地生活圈更加紧密。另外，目前规划高屏2快接国1的匝道景北向，若能再增设南向，更能分流疏解国道左营路段的交通。高雄屏东东西向第2条快速道路全长22.6公里，西起高铁左营站的台1线与高铁路口，
终点衔接国道3号，布设系统交流道，跨越2条重要高速公路，设置3处系统型及5处地区型交流道，对于北高及东屏东发展有很大注意。这个路廊的设计主要是为了北高雄跟东屏东的这个整个发展，所以未来这个快速道路如果建制好的话，其实可以大幅的舒缓88快速道路这个高雄到屏东，尤其是万丹这一段的交通的车潮，所以我们期待这个高屏2块能够尽速的透过行政院的核定，能够尽速的动工。尤其快速道路将在仁武区增辟匝道口，仁武居民可更快速到达左营，减轻顶经系统交通负荷，促进仁武区发展。在仁武的8德2路那边还会有一个匝道出口哈，等于说可以疏解了我们仁武跟大树那边的一个交通流量，而且未来整个人口的进驻哈，仁武的人口的急速成长，我相信那边的交通如果能够有这个高屏2块的话，相对的可以对那边的交通可以改善很多，而且也挹注了那边地方的发展。目前正在办理设计及用地取得，预估工程经费近1000亿，最快明年动工，施工期程约4到5年，若一切顺利，可在2032年完工。记者陈奕轩、吴佩珊高雄报道。高雄市交通局在市区的几处路口设置了行人灯辅助显示器，把可爱的高雄熊变成灯号的内容，希望低头族能多注意灯号，增加用路的安全。但是民众表示，过马路时都是赶时间，不会注意到，而且要低头族抬起头来就更难了。为了让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多注意行人号志，高雄市交通局在各个重要入口设置了行人灯显示器，进行交通宣导。可爱的高雄熊绿灯过马路变红灯马上停住，或是变成字幕红灯停保平安。高雄市交通局在爱河湾、新崛江与世运大道设置了40处的行人灯辅助显示器，让行人多注意灯号，不要过马路时还在低头滑手机。交通局在市区的主要道路跟行人量比较多的景区的路口呢，我们有装设行人的显示看板，来提醒用路人过马路的时候呢，不要低头滑手机，那也注意到灯号的行止。那我们也有跟台钢雄鹰还有观光局的高雄熊合作，把这2个吉祥物放在显示看板上面，来增加高雄的行销的意向。大部分的民众因为在路口停等时间不长，或是跟朋友聊天，没有注意到号志的宣传。更有人认为低头族不会因为多加了几个特殊字幕就抬起头来。可能不太有效果。现在低头族真的太多太严重了，要做还是会做自己的事情的。对对对，没有看到。你刚刚停等红绿灯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我没有等到，我直接过来的。因为只看那个红绿灯。对。字太小吗？为什么没注意到？没有特别去注意，有些人就可能过马路就赶快走过去啊。我们只看数字。对。对于这样的安排，民众大多表示在等灯号时会多看几眼，但若要意识到宣传内容，因为号志过小很难有作用。就可能会看到那边有字，可是不会去清楚看那是写什么字。资讯的话，可能要花个几秒的时间跟精神去注意，这可能效果不大。放什么内容？小心过路安全啊，或者现在还剩几秒钟了，非常好啊，过路安全啊，或是有什么活动要宣导一下，很可爱的图片也可以宣传一下，因为这边常常有活动嘛。在重要路口设置辅助显示器，虽立意良善，但要让低头族抬起头来，效果还是有限。记者潘世光、吴佩珊高雄报道。高雄莲池潭有一处隐藏的景点，因为榕树的根系外露，且包覆住整个步道的水泥基柱，形似日本宫崎骏动画里的拉普达城的模样，因此被誉为左营的天空之城。接下来就带您来看看这奇特的景象。
湖岸边的榕树生机盎然，仔细一看才发现榕树的树根外包水泥基柱，根系脉络清晰可见。这棵位在左营莲池潭启明堂前的榕树，被誉为莲池潭隐藏景点，因为真的不容易被发现。你不讲的话，我就没有注意到。可是真的很特别的，很有印象的。Actually, if you didn't say it, I will not see it. But since you say it and I see it, wow, it's very special. From top to down, it's very good. 因榕树根系外包水泥基柱，就像是大树抓着整块土地，因此被日本网友誉为左营的天空之城。有这样特殊的景象，外国旅客也是啧啧称奇。是漂亮，对了，我觉得它那个生命力很强啊。I think the roots will signify the country, the deep down of the country. I feel it's some special because I can see those kind of situation in Korea and Taiwan also. 根据当地居民表示，这一整排的榕树当初由附近居民种下，已有50年历史，周边住家都相当珍惜这棵特别的大树。听说那些就是老一辈的人种的，对，然后当初就是好像要做那个就是木栈道，对，然后他们就是很坚持说那个树不要砍掉，所以就这样子保存下来这样子。现在这种变景点，觉得嘞？蛮高兴的啊，蛮开心的啊。下次到莲池潭散步观光，除了龙虎塔、启明堂，别忘了这处隐藏景点，为游程增添趣味。记者陈奕轩、吴佩珊高雄报道。高雄光华市场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摆放着一部老摊车。仔细一看，原来是已经有45年历史的老字号的面线羹。老板每天清晨4点就起来备料，特制的大肠与手做的鱼羹，搭配现煮现做的面线羹，多重口感的美味，让顾客一吃就上瘾，一再上门。高雄的光华市场中有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摆放着一部老摊车。仔细一看，原来是一间45年历史的老字号面线羹。老板每天清晨4点就起来备料，特制的大肠和手做鱼羹，搭配上现煮现做的面线羹，多重口感的美味呈现，让民众一吃就上瘾。口味不错，对，就有经过的话都会来买。40-50档有啊咧，老店嘛，有时间我就来食的呀。这大味口味袂歹啊，就当天食一碗，感觉足温暖的安尼。好食哦，有够好食，伊个无咧淋面素的啦，料拢足实在啦，有鱼浆啦，好抓味的口味啦。目前老摊车上的旧招牌依然存在，第2代老板说，就是要这样子保持原汁原味，让老顾客找得到。当然，固守住原本的老味道，才能让摊车的生意长长久久。一国中食到这阵啊，拢习惯这个口味啊，阮囡仔嘛就爱食啊。像囡仔大来读册啊，无因为拢对我来。保留原来的风味，让客人觉得说，你们的东西确实是老的东西。3、4点的时间就要起床，然后来就是把我们的肉跟鱼浆把它撮合之后，然后去做出我们现在的这种鱼浆。它是有肉跟鱼浆加在一起，但是肉我们有调很多的一些特有的一些我们的传统的料，所以可以呈现出古早味的味道。那我们的汤头呢，也是就是我们用我们煮这个鱼浆的这个汤头来做高汤，所以可以呈现出很有特色的那种，就是所谓的我们的汤头。大肠平均都2个礼拜准备一次，客人都反映说我们的大肠很好吃，然后咬下去有咬劲，然后又有香气这样子。如果生意好的话，有时候一天都要煮好几锅。冷冷的天气来上一碗热腾腾又香气四溢的面线羹，再淋上一点醋，加上香菜提味，这一碗老字号摊车面线羹，让来品尝的民众不只能吃得暖乎乎，更能吃到老板对古早味美味的坚持。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台南有许多古迹和美食，其中海岸路可说是餐酒馆一级战区，竞争相当的激烈。只有一间走中式风格的餐酒馆，隐藏在充满历史风华的巷弄内，提供客制化的调酒及烧烤。跟着镜头带你来看看。巷弄内3层楼的老屋门口挂着大大的红灯笼，环境散发浓浓的中式复古风情。
穿上古装，让人有1秒穿越的感觉。它每一层跟每一个包厢里面的空间气氛都不一样，也很适合跟朋友一起来聚这样子。这间是中式餐酒馆，光是串烧种类就有100种。鸡肉串先放油锅炸，马上捞起来放到蒸烤箱内，再刷上灵魂酱汁，美味的烧烤就可以上桌。我觉得它的鸡味道很香，因为我本身比较喜欢吃素，那它的蔬菜的我觉得很好吃，那鱼也蛮好吃的。刚刚有吃鱼，觉得它鱼很嫩。业者贴心推出拼盘，彻底解决选择障碍，有四季豆、鸡翅、鸡心，还有甜不辣，相当丰盛。除了佳肴，还要配美酒。这杯硕果累累，用蝎子造型装的酒，视觉上就引人注目。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所以我们其实是想要意指，就是有点类似像我们这里讲的。江湖夜雨时串烧，桃李春风一杯酒。我们搭配了一些比较中式的串烧，然后再搭配我们里面的装潢，这样子比较中国复古风这样。走出自己的风格，节日时还会推出活动，扩大吸引顾客上门。此外，更跳脱常见的西式外汇，推出中式串烧餐车，提供20种以上的肉品、海鲜、蔬菜等等。服务范围遍及中南部。我们的客群大概会是像是一些社团活动，或者是像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这种像是这种单车节啊，或者是市集啊，或者是说一些公庙的新民生的这种活动，或者是还有公司行号他们的员工聚餐。平时聚会总是忙着收拾采买，瞄准需求，满足顾客动口不动手。一车包办食材，还有机会看到调酒秀，让气氛嗨到最高点。记者苏怀谈的报道。一间位在桃园八德大新路旁的法式甜点店，老板原先是用餐车创业，因为用料都是经过严选，卖出知名度后，才又重新装潢父亲的面包店来营业，让烘焙香味继续在社区飘香。也传承父子2代白手起家的精神。老板专注的为蓝莓塔加上最后的装饰，一旁的柠檬塔和莓果塔看起来也十分可口诱人。这家位在桃园8的大新路上的法式甜点店，因为老板小时候早陪着父亲一起做面包，对烘焙十分感兴趣。毕业后到法式甜点店当了2年学徒，便以一台餐车自行创业。7年来严选用料，卖出知名度后，才在今年1月重新装潢原有的面包店店面，并同样以父亲面包店名称来命名，象征传承父子2代的烘焙精神。一开始的话，其实是从就是路边就一个小的保冷袋，然后拿着2款的基本塔，巧克力塔跟柠檬塔，然后就在路边叫卖，在火车站的圆环。后来才是就是因为车站它的形态改变了之后，那没办法，然后我们就接着就推着婴儿车，然后再卖甜点，然后大概半年左右，然后就升级到餐车，这样子前后。然后到我2014年开始，然后做到现在，那也是到快要7年左右。那今年才决定就是开店面，那增加营业收入，直接延续我爸爸的传统的面包店的名称。那我自己是第2代，那我希望把这个名字就重新再让别人看见，因为据爸爸的说法是早期是真的生意量非常的好。对，那就后面比较可惜，因为我们的地理位置的关系，然后行销的思维各个方面，其实都就是没有特别的再去注意，觉得说我们东西好就好，那就希望就是我们能够用新的思维，然后让这件事情做得更好。我也想要让家邦这个名字被人家看见。虽然是卖法式甜点，但店里也在中秋前夕卖着由老板父亲亲手指导制作的月饼。老板说，他想要保留父亲好的专业技术，再引进新的行销思维和用料观念来吸引消费者上门。而或许因为自己也是白手起家，老板父亲对儿子的创业十分支持，认为年轻人就该多点磨练。而老板也感谢父亲在这一路上并没有过多的介入与批评。月饼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从自己做到现在一直都有维持在，就是蛋黄酥一直都有，然后绿豆椪，包含广式月饼，
然后凤梨酥的部分都有在制作。那因为它是传统的东西，那我们不能忘记它。那我们只能把食材的部分跟上时代脚步，但是我觉得好的技术、好的东西，那我们就必须留住。然后他会给我一些建议，然后跟做法。那其他的部分的话，还是我觉得还可以，爸爸还蛮尊重我们的。对，包含这次的店面的设计啊、装潢，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爸爸也是一路上都还蛮支持我们的。也是要试试看呐、对不对？人生嘛，人生自己要出来闯一闯啊，他也要闯一闯啊，才有业绩。动手给他去自己去做啊，不然你一直跟他拉东拉西，这样不行，对不对？要给他自己去做，他才会知道哪里怎样，哪里怎样。因为你不可能一辈子一直跟他拉着啊，对不对？才有经验啊，他经验会比较好啊。从路上的餐车到现今有了自己的店面，也让父亲的面包店以法式甜点店的姿态重新开张。回顾7年来的创业历程，老板感谢家人和顾客的支持，让自己不仅能接棒父亲手艺，也让烘焙香味继续在社区飘香。记者刘雨婷桃园报道。为了行销基隆在地美食，市长谢国良特别到仁爱市场拍摄影片，大力行销。另外，市长也特别送给仁爱市场一个大礼物，一块去了解。今年暑假我们对于这个仁爱市场，我们有规划了整个冷气的更新，预算一共达5000万，但是整个冷气的执行计划可能会到今年第3季左右，所以在这过程中，我们今年也会从4、5月开始就准备了多个水冷扇，尽量能够替仁爱市场来这个消费的那个顾客来尽量的消暑。画面上是市长谢国良到仁爱市场拍短片行销美食的画面，希望透过轻松的短影音，让大家更了解仁爱市场的美食非常的美味。市长跑完行程后的充电站，市场美食雷达启动。每次闻到这个味道，就觉得能够克掉2碗白饭。这间店的货气，光是日本的观光客吃了都想移民基隆。我还是不行。老板，你火开那么大，你是在炼丹还是炒菜啊？市长，你站远一点，这火是基隆人的热情，怕你吃不消。猪肝拌入海鲜炒面，自创海陆双拼暴风吃法。你心目中的阿胶炒面必点的 No.1 是什么？当然是沙茶牛肉炒面啊！沙茶香到连隔壁的阿伯都想要跟我搭伙了。阿伯好。你的呢？当然是现炒蛤蜊啊！蛤蜊比我的拳头还肥，不过我的拳头很小啦。下次来仁爱市场看到我，不要怀疑，绝对不是在开市政会议，是阿胶炒面的锅铲在召唤我。仁爱市场2楼已经成为许多网红探店找美食的地方，多元化的庶民小吃、在地特色海鲜等等，都成为许多民众的最爱。欢迎对美食有兴趣的民众多多来到仁爱市场2楼，寻找心目中最爱的美食。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为了学童健康，台北市宣布4月起将开办生生有鲜乳政策。初步规划，全市国小与幼儿园的学童每周喝1次国产的鲜乳。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别率领教育局等市府团队南下到云林及彰化参观乳牛饲养的环境及鲜乳生产的过程。蒋万安希望有更多的县市一起来推动这项政策。穿上防尘衣，在云林县副县长与立法委员张家俊等人陪同下，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别率领教育局等人到云林口湖乡中美牧场参观，希望了解乳牛饲养环境与鲜乳制作过程。蒋万安表示，台北市生生有鲜乳政策4月将正式上路，全市每位国小与幼儿园学童每周喝1次鲜乳。如果经费许可，将考虑扩大到国高中学生，并增加饮用次数。多喝鲜奶当然是好事，台北市我们希望让孩子喝到鲜奶，因此4月份就会正式推动生生喝鲜奶这个政策。中央不做，我们来做。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县市一起推动这个政策，让全台湾的孩子都可以喝到台湾本土优质的鲜奶。那另一方面，目前我们初步让所有的小学以及幼儿园的孩子每周喝1次，未来如果经费许可，
我们也会考虑是否扩大到国中甚至高中。我们未来也会考虑是否增加到每周喝2次。世界所有的政府在面对不得不开放国外农产品进口的同时，也都一定会优先考虑如何保护我们本国的农民，不管透过补贴或者是协助设备的升级、产能的提高等等。在中央颁有鲜乳政策喊卡后，蒋万安决定台北市自筹财源，推动生生有鲜乳政策，希望协助台北市学童健康成长。蒋万安也表示，这样的做法将可以创造3赢，对学童、本土酪农与政府机关都有利。今年起，纽西兰牛奶就全面零关税的进口。台北市生生喝鲜奶这个政策，我认为就是政府应该要有的做法，也会创造3赢。第一，对于学生，让孩子能够长得更高、更壮、更健康。第二，对于酪农业，也就是让孩子从小培养对于台湾鲜奶的口味，同时建立对于台湾品牌的信任，也让他们长大之后持续来对于台湾鲜奶成为他们的第一选择。那第三，对于政府，我们在这过程也能够确保所有的孩子、所有的民众能够喝到安全安心的鲜奶，大口喝下新鲜的鲜乳，蒋万安竖起大拇指直夸，不愧是亚热带最佳。蒋万安强调，对的事就要坚持。他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县市加入，一起推动这项政策，让全台湾的孩子都能喝到本土优质鲜奶。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位于台南中西区图书馆旁的杨红枫林木，2月中旬盛开后，就吸引许多的民众前往拍照。尤其从图书馆的3楼窗台看出去，米白色的窗台配上粉红色的杨红枫林木，更是美得像一幅画。就连市长黄伟哲也在脸书拍照打卡，因此被网友称为全台最美的古迹图书馆。台南市中西区图书馆自2022年开馆以来，因为典雅创意空间被广大网友赞誉为全台最美的古迹图书馆，加上最近户外一棵杨红枫林木盛开，一团团粉红色花朵炸开，与图书馆白色窗台相互辉映，更加美丽。那这里以前从1935年开始，就是我们的原台南州会，就是以前议会开会的一个地方。那后来经过把它列为市定古迹，那也经过整修把它恢复原来的样貌，那变成我们现在的一个区的一个图书馆。那等于说是把以前的古迹建筑的特色保留，那结合新的现代的一个图书设备融合在这一个空间里面。中西区长蔡家福表示，因为杨红枫林木花期短，大约只有3到5周，距离228市长脸书打卡盛开状况，现在花瓣已开始掉落，但与原台南州会市定古迹互相辉映，能坐在全台最美古迹图书馆里面看书阅读，随处都看得到窗外美丽风景，也是人生一大幸福享受。记者林莹跟台南报道。2025台北花瓣野餐活动在大安森林公园热闹登场。尽管天候不稳，但是否精心规划的5大野餐主题区、质感文青市集、3代同堂户外摄影棚，以及小朋友最爱的汪汪队立大功大型企偶，能吸引上万民众参与打卡拍照。2025台北花瓣野餐在大安森林公园热闹登场，市长蒋万安亲临现场，与民众一同体验活动氛围。他表示，去年首度举办的花瓣野餐广受好评，因此今年特别扩大规划，除了市集与音乐会，还有深受孩童喜爱的汪汪队立大功气球玩偶。他更透露，自己的2儿子也是汪汪队的忠实粉丝。很开心，今天是我们2025花瓣野餐节。虽然下点小雨，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把大安公园布置得非常的漂亮。那一直以来，台北市是非常吸引很多国内外观光客前来的城市。我们在国际一个机构Travel and Leisure 的评比最新，台北市入选全世界最美的城市之一。
好，所以不管是我们大安公园杜鹃花季，我们阳明山花季，还有三层旗花海，等等，大家都知道，我们把台北市装点得非常的漂亮。那去年开始，我们第一次办花瓣野餐，就非常吸引大家的喜爱。今年我们特别也融合了包括市集音乐会，还有三代同堂的摄影棚，以及小朋友很喜欢的汪汪队，可以看到有2只非常大型的企鹅，我自己家的二宝就很喜欢这个卡通哦，所以之前我就带他们来看，非常喜爱，都不想离开。我们其实在去年结合产官学，我们特别改造了，使用了28年的景观公厕，所以打造全台北市第一个生态公厕。那另一方面，我们大安公园也在过去，不管是富裕萤火虫栖地、生态池的成功，也登上国际的媒体版面。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21座。台北市公园里面的景观公厕的全面提升。那在今年，我们也有再编了9000多万的预算，要全面对台北市各项的公厕进行改造。所以我们也特别考量，现在对于长者、对于亲子、对于身障无障碍的空间，对于性别友善，我们希望能够真正打造让日本朋友甚至国际观光客都赞不绝口的景观公厕。我们希望台北市焕然一新，非常不一样。活动规划绿游派对区、66毛孩区、大地会乐区、乐活运动区以及摇摆飨宴区5大野餐主题区，还有质感文青市集、3代同堂户外摄影棚以及各项精彩体验活动。活动当天虽然下着雨，还是可以看到大安森林公园布置得非常漂亮，吸引许多民众携家带眷一同参与，现场热闹非凡。今年我们多了汪汪队立大功的 IP 所以在这个现场有阿奇跟毛毛的企友。那在今天下午3点也会有一个这个见面会，小朋友依旧可以在那边有水晶姐姐来带大家做游戏，那并且跟这个人偶来拍照。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这个今年比较特殊，是因为我们去年是一般的野餐，今年我们期待说家里的长辈有的其实平常比较少出来，那我们期望大家能够带长辈出来，所以今年多了一个3代同堂的一个活动。那只要3代同堂到这边，我们有2个活动可以帮忙，让大家可以留念的，就是有一个是照沙龙照。如果说3代同堂的家庭之前有登记，那也抽到了，那可以照一个沙龙照。那如果没有抽到这个也没关系，我们有个快闪区。只要是3代同堂的家庭进去之后，由专业摄影师来拍照，拍了照之后，透过 QR code 就可以把相片带回去。观传局表示，台北花瓣野餐已成为台北春季指标性活动，未来将持续优化内容，吸引更多民众与游客共襄盛举。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让民众走出户外，感受春日气息，创造温馨美好的回忆。记者李慧台北报道。中嘉宽屏3冠王双子星爱在社区新手相应爱心物资捐赠活动，日前分别捐赠物资给华山基金会、安平爱心站以及台南市拥抱生命关怀协会2个公益团体，希望透过小小的捐赠，引起社会大大的回响。中嘉宽屏3冠王双子星提供市民朋友稳定优质的收视及网络服务，同时更善尽企业社会责任，将去年媒体试读宣导经费结余转作关怀弱势之用，特别规划爱在社区新手相应爱心物资捐赠活动，采买了一批有机蔬果及生活物资，分别捐给华山基金会安平爱心天使站以及台南市拥抱生命关怀协会。中嘉宽屏3冠王双子星总经理陈建春表示，中嘉宽屏常年推动媒体试读，这次特别将宣导经费结余转做公益，希望能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中嘉宽屏3冠王双子星因为我们常年在推动媒体试读，那媒体试读在我们的今年度呢有了一些盈余，那么想说那这些盈余希望可以也用在跟社会对社会有帮助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年度也选了一些
我们的一些弱势团体啊，透过我们的一些公益的慈善机构呢，那帮我们把这些物资捐赠给所需要的这些老人家或者是一些弱势族群们，希望发挥我们在地企业的力量让我们的台南市变得更好。爱心捐赠由社团法人拥抱生命关怀协会理事长涂家荣、理事吴俊德代表接下这来自企业的爱心。理事长涂家荣表示，拥抱协会没有员工，只有一群热心志工，帮助独居长辈及弱势家庭修缮房屋、整理住宅。这次有中嘉宽民三冠王双子星的捐赠，他们一定会将这些爱心物资妥善运用，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中。我们社团法人拥抱生命行善协会都是志工来自各行各业哦。那拥抱协会只有志工哦，没有员工，是一群各行各业充满人情味的民众，来帮助社会被遗忘的弱势的边缘户哦。那我们以前协会会利用这个假日哦，为家境比较不好的或者是独居的长辈哦，来做这个修缮这个屋里，然后屋顶，然后整理住家等等环境。今天非常感谢我们三冠王跟双子星有线电视的捐赠物资哦，我们会把这些物资的部分送给有需要的边缘户哦，让力求精准，才不会浪费这些社会资源的。虽然爱心物资不多，但将媒体试图社区宣导结余，转做公益关怀的用途，这也让中嘉宽屏全体员工都感到相当有意义。总经理陈建春表示，公司未来会持续规划类似的公益活动，让员工一起加入行善做公益的行列。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桃园购物节压轴公开抽奖，其中的1000万大奖由一位李女士获得。张善政市长也现场通话报喜，更一再强调真的不是诈骗，并询问要怎么花奖金。没想到对方表示他刚失业，市长也笑着安慰，可以先想想看怎么花钱，再找工作。桃园购物节，桃园金喝盛压轴抽1000万现金，1000万元，请抽奖。桃园购物节压轴抽公开抽奖，由桃园市长张善政在记者会与现场直播中抽出了大额消费加码抽及压轴抽等700多个奖项，其中1000万大奖由李姓女得主获得，以一张2000元的发票中了1000万。市长也现场通话报喜，更一再强调真的不是诈骗，并询问要怎么花奖金。没想到对方表示他刚失业，市长也急忙安慰，可以先想怎么花钱，再找工作。你中了什么奖？你知道吗？不知道。现金1000万最大奖。真的？还假的？再跟你讲一次哦，这不是诈骗，你赶快到网络上看我们直播，我正在网络上跟你通电话，所以恭喜你拿到这个现金1000万最大奖。可不可以问一下你这1000万准备怎么用啊？还不知道哎，因为我刚失业，所以。好，那老天帮你忙，老天眷顾你哦。今年的桃园购物节为期4个月，参与活动会员数及发票登录都成长了1倍，消费发票登录突破217万张，消费发票登录金额超过新台币64亿元。本次压轴抽奖总奖项价值超过新台币2000万，不仅成功带动消费热潮，更进一步提升桃园的商业活力与观光魅力。市长表示会持续举办，也请企业厂商继续支持。一共有超过11万名的民众来登录，然后呢，这期间3个月期间，消费的发票登记的发票超过200万张，消费金额超过64亿元，64亿元是桃园购物节有史以来最高的金额。那么这次的这个成功，非常感谢我们很多赞助企业的支持，因为有非常多的吸引人的大奖，尤其我们另外设计了一个大奖是个人独得1000万元的现金。那么我想，这次的购物节非常圆满，也恭喜很多幸运的好朋友得到了他想要的奖。那么明年
我们的购物节还会继续举办。我希望我们的赞助企业还是继续的支持我们。桃园购物节今年有4波抽奖活动，压轴抽及大额消费加码抽中奖名单将公布在活动官网，消费者可以上桃园购物节官网或官方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活动小组将会个别通知中奖人办理领奖事宜，请留意会员电子邮件，配合完成领奖作业。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基隆市庙口小吃在过年前将人行骑楼整平，给民众及观光客友善的行走空间。爱四路夜市仁2路至仁3路段，从3月17日起进行骑楼整平改善工程。爱四路的夜市摊商也休市15天，并表示会配合，让逛街的民众比较好走。基隆爱四路夜市每到夜晚人声鼎沸，假日更是热闹。不过从下周一17号开始，这里要休市15天，主要是市政府进行骑楼整平工程。所以我们从下礼拜一3月17号开始，连续休市15天，就为了要这个骑楼整平工程。那这个骑楼整平工程呢，最主要就是因为骑楼大家的骑楼高低都不太一样，所以政府为了让游客方便逛街，那种有一点像无障碍空间的方式，所以特地做了这个骑楼整平工程。走一趟爱四路夜市骑楼，地面上有高低差，地砖老旧破损，地面的高低差就有50公分。不少外地游客来到这里，担心会跌倒，就连当地店家也觉得真的不好走。我们就跟着配合他们休息。其实他做这个是好事啊，因为你像这边常常会有老人家关高低不平，常常有人跌倒啊。其实做这个是好事的，就配合他。因为有前几天不能营业啊，不能营业也是我们的损失啊。但是政府规划这个也是要让骑楼变得更完整嘛，那这是就是一定要的一个时间啊。我们跟市政府开会的结果是我们这边属于第3期，那第1期是旁边有像什么基隆市市政府附近，那时候去年已经完工了嘛，那我们是属于第3期的部分，那庙口是属于第2期，所以我们也是一样配合市政府，为了让基隆市更好，配合市政府骑楼整平工程。第1阶段约有80多摊的美食摊商休市，在清明节过后换百货摊商休市，大约也是80多摊。虽然不能够营业，会有损失，但摊商们都支持这项政策，希望未来提供游客更好的逛街空间。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因应莺歌在地的观光、日本及游客成长以及陶瓷产业国际化，新北市立莺歌工商成立北北基陶唯一的公立应用日语科，同时更率先全国推出第一个由师生共同经营的日语学习 Podcast 频道，要用创新管道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3、2、1，请击鼓。北北基陶唯一公立技职应日科莺歌工商应用日语科正式成立。在新北市教育局长张明文、莺歌工商校长严龙元、新北市议员洪家军、苏宏清等人击鼓见证下 ，Podcast 频道正式开播，象征莺歌工商迈向日语专业教育的新里程碑。3、2、1，开始。大家好，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我是新北市教育局长张明文，让我来跟大家推荐新北市教育局日文 Podcast 频道。局长张明文表示，应用日语科强调日语听说读写及沟通表达的能力，更结合数位商业企划、数位多媒体设计等实用技能，培养学生兼具语言与跨域专业，未来可投入国际商务、观光、设计等产业，迎接全球的市场挑战。北北基这个部分并没有一个公立的应用日语科，所以我们在114学年度会第一个设立我们公立的一个应用日语科那在莺歌工商，那当然最重要的，我们也结合了国外的姐妹校来做交流的资源，再加上结合产官学我们相关的大学，
还有整个的产业，不管旅游、出版等等，它会有一个完整的一个产官学的合作，让培人才可以变成一个世界的人才。所以我们想透过应用日语科的成立，把整个将来未来对英歌的发展有更多优秀的国际人才来帮助我们在地的一个产业的发展。校长严龙元指出，应用日语科的设立呼应在地产业需求与学校的长期发展规划，未来将结合日本爱媛县合作开设的艺术设计文化、数位媒体实务、经贸概论等课程，全面提升学生跨文化、创意思维与数位应用的能力，并持续强化学生日语口语与实务的表达训练。英歌工商呢，这一次成立应用日语科其实我们期待的非常久因为英歌在地，不管是陶瓷，不管是运动，不管是我们的艺术设计跟日本都有非常大的一个结合。想要透过这样的机会，成立应用日语科，把我们这个三英土树，我们新北市，甚至我们北基所有对于这个日语有兴趣的学生，都可以来到我们学校进一步学习相关的日文。议员洪家军表示，英歌工商开设应用日语科及 Podcast 频道是创新且与国际接轨的重要一步。透过 Podcast 平台，不仅能让学生实际操作，也让更多人看到新北教育的亮眼成果，展现英歌工商在台日文化教育交流上的坚强实力。在英歌工商一直以来就有在跟日本不论是姐妹市或姐妹校进行很多的一个文化，包含教育议题的一个交流。那我觉得今天让这样的一个交流已经上升到另外一个层次，也就是运用 Podcast 这种 on air 的一个方式，那能够来让我们的一个交流更国际化，而且更能够多一点的一个管道也好，而且更加顺畅。那我想这个对于一个学校来讲，还有一个教育要做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工作来讲，这个绝对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尝试，也非常好的一个方向。我们全力来支持我们的新北教育，一起棒！议员苏宏清指出，日语人才对于英歌陶瓷设计、高科技产业及日本的深度交流至关重要。英歌工商新设日语科，为学生开启与日本互动的新机会。学习语言是一个跟国际交流的一个基本的能力啦日本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国家，离我们台湾是很近所以我相信，不管在各种高科技的交流，还是说到一般民生，像是我们的英歌高职的设计系，还是说陶瓷系能够跟日本的一些学校来做一个交流同学能够用日语跟邻近的国家来做一个交流，这对我们学校技术的进步，还是文化的交流、教育的交流来讲，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此外，新北市教育局强调，为因应少子化与国际化趋势，是否积极调整技职教育策略，发展具产业特色的创新科别。英歌工商预计在5月3号上午10点举办选所爱、好好读、有前途的校园开放活动。全新应用日语科也将在5楼的梦工厂教室设置体验活动，让有兴趣的学生与家长探索日语学习及相关设计产业的无限可能。诚挚邀请，踊跃参与。记者吕其坤新北采访报道。海军都木舰队抵达基隆港，所属的磐石舰、康定级武昌舰及成功级郑和舰也开放给民众参观。现场还有海军鼓号乐队、陆战仪队等部队的表演，同时还有美食、空拍机等等的摊位，吸引很多民众前往参与。期间不可做的国防，中古世纪作战时，将部队排列。海军国号乐队队形表演，精彩表演，现场吸引大批民众。今年的敦睦舰队以油弹补给舰、磐石舰为旗舰，加上成功级飞弹巡防舰郑和舰及康定级飞弹巡防舰武昌舰3艘敦睦舰队停靠基隆港，17、18号2天开放民众登舰参观。因为国防对我们来讲，一个国家的安全性非常的重要，今天一定要来参观一下，因为有这样开放还有可以拿枪，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军舰，还有那个什么，有那个重型的车，我都觉得好棒啊，超酷的。开幕仪式上，基隆市政府民政处长张渊祥代表市长谢国良欢迎舰队停靠基隆港。在市政府的预算上面，要来一起跟各位并肩作战，支持国防，达成全民国防，
重要的任务与工作。现场设置不少体验摊位，像是射击、空拍机体验，还有美食摊位，让民众有吃有玩，还能够登舰参观。今年的10月份，你就可以跟那个学校的教官登记国培班。我有报名。国军招募中心在现场设摊宣传国军招募的政策，也吸引不少青年学子的眼光。毕竟现在整个工作很难找，工作难找，然后你这些当兵你直接2等兵你就可以拿到那么多钱，其实会心动。民众依序登舰参观，现役武器装备，了解国军先进的科技。国防自主，虽然天空不作美，但民众热情不减。而敦睦远洋舰队开放时间是17、18日2天，民众前往参观，记得要携带个人身份证件。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AI 技术融入医疗，又有新的创举。奇美医院与群创光电合作，研发出第一台国产智能化疗调配机器手臂，可以涵盖院内大约70%的化疗处方的需求，并节省1/3的药师人力，同时有效提升化疗药品调配的精准度和作业的效率。口罩、手套戴紧紧，药师全副武装，手动抽取化疗药品。传统的调配方式有着极高危险性。如今奇美医院与群创光电联手，成功研发智能化疗调配机器手臂。怎么样？入针，然后抽药的时候不会让药品喷洒出来。那如果是机器调配的话，基本上药师就不用担心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在我们这一台机器的引进之后，它大概是覆盖全院处方的70%。那就是12种的化疗药品，那节省人力上面大概是30% 以上的人力。那当然这是在一台的状况之下。这台机器配备精密的计量系统以及智能调配软体，采用多重药品辨识技术，能够精确核对各种药品成分和剂量，减少浪费。且系统可与院内的医嘱系统连结，确保治疗品质。AI 你人生就袂悲哀，我如何用 AI 来帮助医师，这也符合我们赖总统的健康台湾、守护台湾。而且机器设备是台湾本地做的，所以我们的韧性服务24小时服务奇美医院。这个成功是已经成功落地，我们现在已经实施了1000例以上，那么精确率就是100%。所以我想我们这个落地的成功，可以带来在台南这个医材的制造南科产业园区的一个成功。这也是台湾第一台国产智能化疗调配机器手臂，要价2400万，目前成功调配1000笔化疗处方。奇美医院引进自动化设备，减轻药师的工作负荷量，将病人服务效益发挥到最大。记者收怀台南报道。锦和高中与新北教育局携手合作，推出 TeamNT AI 基地教室，未来将成为提供新北师生融合创意思维与技术实作的学习场域，期盼能进一步带动 AI 科技教育的发展。那刚刚我用的模型呢，它只是一个界面，所有的免费的模型都在 Hugging Face 这边。老师在讲台上仔细地讲解着 AI 程式的模型设计架构，同学们也跟着操作自己的电脑，按照老师的步骤一步一步学习 AI 知识。这里是锦和高中 TeamNT AI 基地教室，本周正式启用。教室内部规划多项智慧教育设施，提供学生沉浸式学习环境，强化创意应用与实作能力。来这边教学的有教学院老师潘胜文指出，这次的课程主要希望传达在 AI 世界内如何运用安全的方式去学习，期盼学生能利用 AI 工具带来的方便，避免个人资讯外泄的风险。我们希望传达在 AI 的世界里面，怎么样用安全的方式去利用 AI 的工具，然后让学生可以无后顾之忧。那利用 AI 的方便，同时也不用担心自己的资料被窃取，然后可以学习。但第一步就是用别人的建立好的 AI 模型。那接下来下一步就比较深入了，可能要学一些 App 啊、程式设计啊，然后可以教学生、中学上学生如何建立自己的 AI 模型，它也是往这个方向移动。同
同学们也分享了学习的心得，期盼未来有机会进入资讯或科技相关领域继续学习。就是可以设计一些比较简单的程式来协助我们生活一些日常的小事。假日才来这边学习，因为这边设备比较完善之类的，家里可能没那么多东西。大学可能会想要去资讯相关的科技，因为未来的趋势会比较趋近于这块的发展。对于 AI 的想法，其实原本就只是说它可能只是程式，那程式出来之后可能就可以用了。那后来发现说 AI 它需要经过长期的训练，而且里面还要包含各业的知识，才要让我们可以使用这个那么方便的工具。因为 AI 它也是程式的一种嘛，那所以我们也是在锻炼逻辑思考的能力。那逻辑思考有了，再来就是相对的程式语言又有不同的方式去写出来，每个人也不会相同。所以这个时候逻辑思考就变成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我的逻辑思考，因为我本来数学就比较好，那逻辑思考这个方面我也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学起来我也是相当的开心，而且非常的顺利。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张玉山表示 ，AI 融入学习是必然的趋势，很高兴看到这群高中的孩子有机会透过 Team NT AI 基地教室学习 AI 的知识与实际操作。相信这对于他们未来进入大学后的学习会非常有帮助。我们优秀的年轻学子从高中开始就来学 AI， 那有个好处，等于是你赢在起跑点，因为 AI 是必然的趋势。那到了大学，不管是判别式 AI 还是生成式 AI， 刚刚局长说未来只有2种人，一个是会用 AI， 另外一个是不会用 AI。所以你在高中能够预先来学习这些 AI 的，不管是操作也好，知识也好，我想对于以后大学端的科技人才培育都是非常有帮助的。以我们科技系的学生来说呢，他会利用影像辨识、语音辨识去控制很多的器材、工具等等。那我想这是判别式的 AI 哈。那另外呢，不分科系的学生，他们都会使用生成式 AI。那有了生成式 AI， 学生的他的作业表现速度会更快，品质会更好。新北市教育局表示 ，AI 人工智慧科技正快速改变全球产业发展。新北教育局积极携手大学办理学生营队与课程交流，推动学界与产业接轨，培养具备市场竞争力的 AI 科技人才。未来也将鼓励更多学校投入 AI 教育，让智慧学习成为教育现场的新常态。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迈入第26届的大台南国际音乐大赛，今年参赛的国内外学生将近1600位，规模庞大。主办单位台南市音乐协会特别先举办国际交流会，持续为发掘音乐人才、永续传承努力。由获选台南双料特优的永福国小管弦乐团带来的演奏，为大台南国际音乐大赛交流会揭开序幕。已经走过25年的音乐赛，因为公平客观，每年吸引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外学生专程来台较劲。今年国内外学生就将近1600位参赛。在7号赛前交流会中，副市长叶哲山就盛赞这场比赛正是学习音乐人荣耀的起点。学习音乐人他荣耀的起点。荣耀的起点，也就是说，他在这一个比赛的平台上，不只是得到好的名次，更重要的是交到很多的好朋友，也学习到很多城市、很多国家不同的所谓的文化。那更重要的是，他在这种比赛的过程当中越挫越勇。25年来，将近4万人参赛的音乐规模确实不容易。主办单位除了用音乐交流切磋，让大家勇敢追梦、挑战极限，借此培育传承出的优秀音乐人才，更是不计其数。比赛对我们讲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我每年都会带不同样的小朋友、不同的家长来哈？就是这个真的是我们的起步点。你们也可以看他们的小学、看他们的音乐厅哈。我们也可以从中学习哈，我们马来西亚真的是很要进步这一点哈。我们这个比赛非常的公平、公正、公开，
然后他们都很乐意来参加，因为我们这比赛，他们可以把这个市长的这个奖状拿到国外去申请奖学金。透过国际间的互赠奖杯、纪念品等温馨的交流，为期4天的大台南国际音乐比赛，在3月8号、9号、15号、16号就分别在文化中心和德光中学举行，为持续发掘音乐人才、提升全民音乐素养来努力。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感谢您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秦碧纯，我们再会。